好，注意啊，即马甲你练活一招，譬如讲咱下班转来，嘿。拄着落雨，还是讲涂骹有积水，哇，鞋啊澹去要安那？澹去，安尼我甲你讲，用迄吹风机吹吹咧。了电啊，你若要来遮用电啊，你搁用吹风机。我甲你讲，用迄个火炭烘烘咧。唔通哦，这一箱贵3酸的，若烘到臭尾打去也免食要安那？哦，我安尼有做球互你拍啦吼。安尼真简单啦，因为这个物件袂使用烘的，嘛莫用吹风机去吹，会伤着。哦。摕来迄个后壁时阵，嘿3根，咱就围中哦，安尼甲拗落。哦。吼，安尼吼翘起来。对。啊，另外这边嘛是共款。安尼要创啥？哦。哦。真简单，安尼翘起来对无？对。啊，澹去的鞋啊，用来甲掉咧。诶。啊，这边嘛是共款，安尼甲掉咧，安尼，因为这无可能摕出去晒日啦，互风安尼吹好大，因互风吹，嘿，啊就安尼了啊，你就甲掉咧3根对无？诶，安尼，是不是真方便？真方便。